拇指姑娘。從前一位婦人。點解喺個花度瞓覺？所以你要睇個故事，睇下點解會有個小朋友喺個花裏面咯。故事開始啦！一位婦人在花苞裏。我都想咁樣。係啊，一個婦人在花苞裏發現一個。我都想要啊！聽埋個故事先，你都唔知個故事發生係點。在花苞裏發現一個迷你的女孩。我想拎走佢。呢個係一個故事嚟㗎咋。一個迷你的女孩。就將她當作女兒。痛愛撫養。即係咧，好似將佢當係個女咁樣咧養佢啦。取名為拇指姑娘。係啦，養住佢，佢就叫做拇指姑娘啦。呢個婦人係幫佢講，即係呢個老婆婆啊。係啊，所以你中意佢咪讀多幾次啦。蟾蜍，呢個蟾蜍即係呢隻。愛上拇指姑娘。偷偷將她捉走。捉走咗啊！害怕的拇指姑娘。向魚兒和蝴蝶求救。係啦，向魚同埋蝴蝶咧求救喎，佢好驚喎，救救我！呢個字，救救我！沒想到呢隻咩嚟㗎？甲蟲。甲蟲半路搶走了拇指姑娘。半路搶走了拇指姑娘，想娶她當新娘。後來卻嫌她只有兩條腿，太醜了，而拋棄她。搶咗佢想做老婆，但係咧又因為咧拇指姑娘得返兩隻腳咧，所以佢就覺得佢好醜啦，跟住佢就唔要佢啊。性格好差喎。好啦，到田鼠咯噃。田鼠收留了流浪的拇指姑娘。佢係咪好細隻㗎？係啊，佢好細隻㗎咋。田鼠收留了流浪的拇指姑娘。係啊，流浪嘅意思啦，即係無家可歸，冇屋企返咯，冇屋企人咯，因為佢俾人捉走咗，揾唔返屋企喎，所以佢要流浪咯。田鼠就收留咗佢啦，但係咧逼佢咧就嫁俾呢個遊鼠。跟住話咧，我不想一輩子生活在地底啊！你講咧？我不想一輩子生活在地底下啊！拇指姑娘拒絕說。係啊，佢唔想跟個遊鼠喺個地底下面生活啊！好啦，這時鳥兒出現，將拇指姑娘帶到精靈王子面前。咩嚟㗎？呢個咪就精靈王子咯。咩㗎？皇冠。一個皇冠。係啦。一個媽咪。皇冠唔係男仔嚟㗎，對佢一見鍾情啦。拇指姑娘終於可以過幸福快樂的生活啦。係啦。
佢呢個雀雀咧帶拇指姑娘咧飛走離開呢一個困局啦，帶佢去揾咗呢一個精靈嘅王子啊！精靈嘅王子好中意佢喎，從此佢哋兩個一齊生活啦，過住呢個幸福快樂的生活啦，知唔知？有關你學校㗎？嚇，唔係㗎，呢個係我哋㗎，你得閒咪睇下啦。拇指姑娘係啊，拇指姑娘係啊。嗱，呢個有拍啦。